红叫做讲，这地面上上介强的战车 M1A2T 战车，头一批38台已经载来到台北港路，送到新竹湖口的陆军基地。未来会部署伫咧北部地区，明年还有42台，后年还有28台。另外，这美国媒体 CNN 也讲，这美国总统的这个当选人川伊在竞选期间，对台湾友善的态度已经有转变了。自拖网车顶头驶来，就是互人讲是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战车。国军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第一批38台自台北港进化，分别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算分发到特军团的584装甲旅加269的机械化旅，强化北部的防卫战力。新型主力战车将依照敌情的威胁考量来进行部署，也规划纳入后续的演练科目，来验证主力战车的防卫作战效能。二零30年了，国军再一遍接装新战车 M1A2T 的 T 是代表台湾，是客制化车款，120公里口径的骨长炮，火力正强，核实的装甲防护力也正强，时速上近67公里，机动性正紧，会当提升地面的防卫作战，也有伫咧海岸边歼灭敌人的能力。按算伫明年会再到42台，2026年到28台。他强调说各种他这个车上这些像热水器啊，一些测距系统啊等等啊，就让他这个可以在这个确保他在行进中能够那个第一击就完成这个命中敌人。拜登政府伫咧退位进前交付 M1A2T， 台美军事合作正密切。不过 CNN 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对台湾的善意支持有转变。伫大选期间，唔那是要求台湾爱支付更加侪保护费，也佫讲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市场，和台美关系正歹有笑。的确是需要增加我们在国防上面的一个投资哈，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透过有效的沟通哦，让我们理念相近的伙伴也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有决心。学者认为无法度预期台湾伫咧川普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也是国家危险，不过提高国防投资，唔那是巩固台美的关系，也是展现对抗威权主义的决心。面对川普对台湾态度的转变，学者强调，咱唔免悲观，支持台湾是美国多数的民意，不过爱注意甲川普政府伫咧交涉时阵，爱国家谨慎。记者综合报道。